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13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3篇，士师记第2章第16到23节，启示录16章第8到2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巴比伦。人离开上帝，并毋是伫旧约以色列中间发生尔定，事实上，世世代代拢有安尼的情形。违背上帝的旨意，离开上帝，发生伫国人，嘛发生伫一个群体中间，是伫对敌上帝的人的中间。当然，其实嘛有发生伫遮个军队上帝的人。亲像以色列人吼，启示录中间咧讲到巴比伦，并毋是真正的巴比伦，因为初代教会的时期，巴比伦早就已经无存在伫即个历史中间啦。启示录即本册约翰写的时阵，大概约略是伫主后96年到98年即个时间。巴比伦的帝国的时代约略是伫主前1894年左右开始的。所以启示录甲巴比伦伫历史中间根本就无斗阵过。但是因即两个唯一的关键就是犹太人。咱要来思考一项代志，就是讲，约翰为什么伫启示录主后96年到98年写主前1894年开始的这个巴比伦呢？其实伊有伊上顶的意义，值得咱来斟酌来思考。当然，思考的中间，咱要爱先来想巴比伦。伫巴比伦的时代，巴比伦代表什么货啦？吼，巴比伦所代表的其实就是一个极权，吼，一个也是少数人会通决定多数人的代志，并且毋免经过这多数人的这个同意啦，吼。所以因此，安尼咱讲叫做无人权啦。除了讲这个多数人的代志，这中间包括因的生活中间穿衫啦、食啦、住啦、行啦，甚至因的性命，人的性命伫巴比伦的体制内底是完全无受尊重的，搁较毋免提到讲人民有这个参政的权利等等的。搁来，巴比伦也嘛代表偶像。有侪的偶像崇拜以外，通常因的政治领袖会要求人民来拜伊的像，安尼来表达人民对伊是即个尽忠的来用安尼来表达因的心亲像圣经但以理的记载同款，尼布甲尼撒王听因的宰相的建议，就命令全国的人民爱伊的像来跪拜，来表达因的尽忠。这是伫巴比伦所代表的。信仰，因无有信仰的自由，亲像咱讲的。犹太人是独一神论啦，拜皇帝就已经得罪上帝啊嘛，所以因无即种的自由啦，因无即种的自由。车花宴乐，这个是当初时的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因是真发展的一个国家，
有足侪经济真好啦，有足侪车花宴乐的代志啊，迄当然是拢违背上帝、违背伦理的代志啦吼。启示录的巴比伦，其实是咧指啥物货？咱知影启示录的时代是主后约略，咱讲第1世纪的时阵，这个时阵是罗马统治。所以基本上，启示录内底的巴比伦实在是咧譬如罗马帝国，但是因为这个极权的体制，互因无言论自由，所以因袂当直接来批判，无来批判这个罗马帝国因为安尼，所以因就用这个巴比伦来代表这个罗马帝国来批评，甚至伫启示录，因无还阁用这个淫妇来形容罗马帝国，因为因多神的崇拜，无有忠心迫害基督徒，危害人的信仰自由，左右也是讲决定人的生存权等等遮个代志。那安尼伫无共款的时代，伫启示录的时代，会当用巴比伦来预表当初时的一种极权的时阵，咱要来思考现代巴比伦。现代巴比伦是啥物货？会通类比做极权的政府，迫害人民，剥削人民自由的，阁即个参政权。现代敢有巴比伦？伫政治上，差不多所有的社会主义为主的国家，差不多拢是安尼。即几工的中共的即个人大常委会决定打击香港的民主派的4位议员，撤销因的议员的职务，当然引起香港政治界的即个反弹啦吼。因安尼讲一国两制正式死亡啦吼。那伫经济上呢，有即个稳型的托拉斯主义有诶大型的拢会去共并购人的即个细金店啦，还是讲网络生理的即种抢夺权啦还是即个发展等等的。伫社交媒体顶悬呢，也有济即种免费的软体。我想最近足济人拢感觉讲因的即种网络媒体的即个使用权拢被侵占去啊，失去自由意识甲选择权。媒体呢出现一寡新的流行关键词，叫做事实差异。事实差异的结果是毋是真正就是事实？其实毋是啦吼。牧师的建议是讲，你爱看啥物人咧差异啦，而且差异提出差异权的人，基本上已经甲你剥削你的选择自由啊。民主国家中间偏向社会主义的政党政治人物，因其实拢将即个潜在的危险性甲淡化极权通常就稳重伫遮个运动的后壁，当社会混乱，需要一个强阁有力的人来镇压的时阵，即个时阵就培养极权来出现。这拢是出现伫现代巴比伦的这个背景。你我的周边是毋是有类似的情形？有一寡人有即个大推的群众运动的力量，但是这无一定是民主吼。亲像咱伫即个侪的势力的中间，会通去谈着什么货是下伫上帝旨意的即个
政治人物啦，还是领导人啦，等等这的，这是现代基督徒的功课啦吼。特别咱爱说字，因为咱只有追求特定的政党、特定的政治人物、特定的即个主张，也是看特别的电视台的节目尔定的时阵，爱真细致去判断遐是毋是下伫即个上帝旨意。咱会记得念即个中古时代的主流教会，都拢离开真理。犹太人嘛拢背离上帝，宗教主流嘛无一定是照圣经在行，何况是政治呢？好，上好尾是讲，到底什么人，还是什么会是现代的巴比伦？就要留互你我用上帝的智慧来判断。咱只要会记得爱跟对上帝。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1月13号。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3篇，士师记第2章第16到23节，启示录16章第8到2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巴比伦。人们远离上帝，并不是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发生而已。其实在世世代代都有这样的情形，违背上帝的旨意，远离上帝，发生在个人，也当然发生在群体当中，在敌对上帝的人群当中，也在跟随上帝的人当中。启示录中的巴比伦并不是真的巴比伦。因为在初代教会的时期，巴比伦早已不存在这个历史当中了。启示录成书的时期大约是主后大概96年到98年之间。巴比伦帝国的存在大约是在主前1894年开始。启示录与巴比伦其实在历史中并没有交汇点，其中唯一的共通点是犹太人。那么约翰为什么在启示录当中去写到巴比伦呢？其实是有它象征的意义，值得我们细细的思考。我们先来想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所代表的几个特色，第一个是集权。一个人或是少数人可以决定多数人的事，而且呢，不用经过他们的同意。那接续的我们就要讲了，没有人权。那上述的事情，就是说多数人的事，这当中当然是包括了所谓的一个人的食衣住行，甚至呢他们的生命。在集权的时代呢，人命完全不受尊重。我们等一下会讲但以理的事，我们也记得那个记载哈，更不用提到人民有任何的参政权。偶像，除了有许多的偶像崇拜之外呢，通常在那个时期的或是巴比伦，我们可以看到的政治领袖会要求人民来拜他，以示效忠。如同但以理的记载一样，尼布甲尼撒王听了宰相的意见，令全国人民要向他的铜像下拜，以表示他的效忠。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看到说没有信仰自由了特别是对于犹太教的这种独一神论，他们拜了皇帝就已经得罪了上帝，所以但以理的故事，我们就非常清楚的看到这样的事情。另外呢，因为这样的帝国非常的强盛之后，开始在经济上面非常好我们说已经发展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就有这些奢华宴乐，
社会发展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享乐就变成这个不但是皇帝国王，也变成人民生活的首选了哦。所以他们的道德沦丧等等的事情都会发生。那我们回到现在在讲的启示录，今天的经文里面讲的启示录当中的巴比伦是在指什么？其实启示录当中的巴比伦指的是罗马帝国。我们知道罗马帝国跟巴比伦其实是一样帝国，是集权的国家。这是一种隐喻，因为当时候没有言论自由，那个时候的人没有办法明白的批评政府。在启示录当中，甚至还以这个淫妇来形容罗马帝国，也是一种隐喻啊。因为他们是多神崇拜，没有忠心，他们也迫害基督徒，危害人的信仰自由，左右人的生存权。像我们刚刚讲的，像制造偶像啦，没有言论自由啦，这个些事情都在发生当中，不是吗？我们等一下会再来想，我们来思想一下现代巴比伦，现在有没有巴比伦？启示录当中的巴比伦是一种隐喻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一个集权的政府，迫害人民，剥夺人民的自由，以及参政权的时候，那我们是需要想一下，现代有没有巴比伦？那现代的巴比伦是什么？在政治上，所有的非常倾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了哈。这几天当中，这个中国的人大常委会决定了，他们要打击香港民主派的4位议员，他们在中国决定香港的议员要撤职。当然，这会引起了香港政界的动荡。他们称"一国两制"正式的死亡。那我们在想，这是政治上面的哈，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啊，比如说在中国，你不能批评这个领导人啊，就像罗马时代一样，所以他们要用隐喻啊，用隐喻。那没有言论自由啊，没有自由的参政权啊，我们是香港的事情哈。在经济上呢，有隐形的托拉斯主义啊，他们并吞呐，比如说网络的这个生意的掠夺战呐，那另外呢，社交媒体我们最近说一些免费使用的社交软体呢，都使用的人呢都觉得他们使用的自由、求知的自由都被审查掉了，失去了自由意志跟选择权。媒体呢出现了新的流行的关键词这个在社交媒体也是一样所谓的事实查核。那事实查核是不是它的结论一定是事实？牧师认为不是最主要是要看说谁在查核，然后当他做查核的动作的时候，其实已经表示了你的选择权、求知权就已经被他剥夺了，所以你我的权利已经被他这个牺牲掉了。民主国家当中，极力偏向社会主义的政党或是政治人物呢，基本上就是将这一些潜在的危机呢淡化集权通常都隐藏在这些运动后面，因为当社会秩序乱了之后，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出来镇压，这个时候就会培养出一个集权的一个情况。我说这个就是一个集权培养出来的一个温床这些都是出于现代的所谓的巴比伦。
你我的周遭到底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很多握有大批群众的支持的人，他不见得是民主。是否我们能够在这众多的势力当中去闻出他们是否合乎上帝的旨意？这些领导人呢，或是政党，这是现代基督徒的一个功课了哈，特别是当我们要小心了，当我们只有去追求特定的政党、特定的政治人物、特定的主张，或是只看特定的电视台节目的时候，都要小心去判断是不是这一些都合乎上帝的旨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连中古时代的所谓的主流教会也都偏离了真理。犹太人，上帝的选民也背离了上帝。宗教的主流也不一定照着圣经的教导在走，何况是政治呢？好了，现在要来思想说，谁是现代的巴比伦？牧师让有智慧的、有上帝智慧的你我自己来判断，但是切记一点，我们一定要跟随上帝。